请问卫生署有做癌症测检吗？有，我研究体强、自强强癌、内癌、大肠癌和口腔癌的检查。我上头图家管家婆做检查，不过几人总是提供身体真康健，无需要做身体检查。二品，会因30岁以上的妹子，突然来做一摆自强强麦片检查，45岁到69岁的妹子，两年只要做一回内房 X 光业样检查。若是50到75岁的民众，加2年会做一回粪便潜血检查。若是30岁以上，有些份也是就超槟榔的人，2年就会做一摆口腔黏膜检查。我记得阿公是不是就结婚？我爹是结婚是真久啊！俺更加爱托阿公来做检查，也会请阿妈空下来。为了健康，身体检查是一天爱的。我爹现头下讲的癌症测检要纳钱吗？税不该真钱呢？拢唔输钱哦，随健保卡和身份证来卫生署挂号，是袂用啊。好，落来现。